一條魚，一條靚到你唔捨得眨眼嘅魚，就係佢喺短短40年之內，將成個大西洋同加勒比海嘅珊瑚礁一片一片咁食到得返個空殼。仲有更加寒嘅，喺嗰邊冇任何一種生物識得食佢。你想餓死佢？佢可以連續3個月唔開口，體重先跌得1成左右。到真係一啖都揾唔到嘅時候，佢會掉轉頭食埋自己嘅仔女。而呢條魚40年前先至由人類嘅魚缸入面走出嚟。好，我哋由頭講起，先俾個畫面你。加勒比海水深大約10幾米，陽光穿落水裏面，喺珊瑚上面碎成一格一格咁跳。就喺呢個時候，有樣嘢由石罅慢慢浮出嚟，紅色、白色、黑色，一條一條咁間開。佢啲鰭好長好薄，向住四面八方張開，有少少似孔雀開屏，又有少少似蝴蝶展翅。佢唔急，佢游得慢到一個地步，你會覺得佢唔係喺水裏面游，係喺水裏面飄。佢啲鰭喺水裏面微微咁震，好似有人喺上面用隱形嘅線吊住佢。佢可以定喺一個位，一動不動，維持成分鐘。呢種懸停嘅本事本身已經好厲害，因為佢唔使游，就唔會攪動水流，唔攪動水流，前面嘅細魚就唔會察覺。你可以當佢係一部開咗靜音嘅無人機，任何一個潛水員第一次見到佢都會停低，連呼吸都會停一停，因為嗰一刻你唔會覺得自己撞見咗一條魚，你會覺得自己撞見咗一件識喐嘅藝術品。有潛水教練形容過，第一次撞見佢嗰下，腦裏面彈出嚟嘅唔係魚呢個字，係手勢。佢話嗰條嘢游過嚟嘅時候，好似有人喺水入面慢慢拖住一條紅白相間嘅絲帶。而最得人驚嘅位係咩？係佢完全唔驚你，你游埋去，佢唔會彈開，佢會停喺度，慢慢轉個身，將成身鰭攤到最盡，再望反你一眼。喺水底世界，一樣嘢夠膽企定定望住你，通常只有2個原因：一係佢夠鑊，一係佢有嘢傍身。而佢兩樣都齊。佢個名叫獅子魚，有人又叫佢梭。而呢件所謂嘅藝術品，就係海洋史上有記錄以嚟破壞力最恐怖嘅入侵者。點解一件咁靚嘅嘢會變成一場滅絕級數嘅災難？點解佢會隔住成半個地球，由一個同大西洋完全扯唔上關係嘅地方走過嚟？點解佢可以喺40年之內，將一個又一個熱鬧到爆嘅珊瑚礁變成一片死寂嘅荒地？而且我要提你一句，40年喺演化嘅時間表上面，短到近乎唔存在。喺自然界，一個物種要征服一個新嘅大洋，通常要以萬年計。佢用咗1代人。今日呢一集，我哋就一層一層咁剝開佢。我哋會由佢點樣殺嘢講起，講到佢副毒針嘅構造，再倒反轉頭講佢係點樣走到嚟嘅。跟住我會攤6張牌出嚟俾你睇，呢6張牌就係成件事嘅答案。而最尾嗰張，我建議你留返啖氣先聽。我哋由一個數字開始。美國嗰邊嘅海洋研究團隊做過一個好簡單但係好殘忍嘅實驗。佢哋喺海底揀咗一堆細細舊嘅珊瑚礁做對照，有啲礁完全冇獅子魚，有啲礁就淨係加多1條，就1條。跟住掃返本地魚苗嘅補充量，你估點？加多1條獅子魚嘅嗰啲礁，本地細魚嘅補充量跌咗接近8成。8成，你聽清楚，唔係一大群，係1條。好多人聽到呢度，第一個反應都係一樣，一條魚啫，佢食極都食得幾多啫？呢個反應係整個故事裏面最貴嘅一個誤會。我哋將個數字換個講法，你就明。喺一塊珊瑚礁上面，本來每個月都會有一批新出世嘅細魚補上去，維持住成塊礁嘅人口。加多1條獅子魚之後，呢條補給線斷咗8成，塊礁唔會即刻死，佢係慢慢乾塘。今年少一啲，出年再少一啲。等你覺得唔對路嗰陣，已經反唔到轉頭。而呢個實驗用嘅只係1條魚。喺真實嘅加勒比海，同一塊咁大嘅礁上面，科學家數過超過100條，100條，而每一條都揸住我一陣要攤出嚟俾你睇嗰套設定。而且我要早早同你講明一件事，真正令佢咁得意嘅，
唔係佢嗰18支毒針，毒針只不過係一件防身嘅嘢。真正恐怖嘅係佢副身體本身，係佢副身體入面寫住一套喺呢個新世界完全冇人拆得穿嘅設定。呢套設定我一陣會逐章攤開俾你睇，攤足6章。但係喺講到嗰度之前，你要先明白一件事：呢條魚去到食嘢嘅時候，去到殺嘢嘅時候，佢有幾恐怖？點解要由呢度講起？因為好多人一講起獅子魚，就淨係諗到有毒，有毒嘅魚多到數唔晒，石頭魚有毒，魔鬼魚有毒，點解偏偏係佢搞出咁大鑊？答案好簡單，毒淨係令佢唔會被人食，但係佢食人嘅方式，先至係令成個珊瑚礁塌落嚟嘅原因。而佢食嘢嗰種方式，係一部設計到近乎完美嘅殺戮機器。首先，你要接受一個好違反直覺嘅事實：獅子魚幾乎唔會追獵物。其他掠食者喺水裏面點打？衝、爬、咬，一輪快攻，一半機會撲空。獅子魚唔係咁，佢慢，佢優雅，佢由頭到尾都好鬆容。佢嘅打法唔係一場追逐，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圍捕。當佢鎖定咗一群細魚，佢會慢慢咁游過去，慢到細魚都唔覺得佢係威脅。然後佢做一個動作，將兩邊嗰對又長又大嘅胸鰭完全咁攤開。你想象下有2扇屏風喺你左右兩邊慢慢圍埋嚟，細魚見到前面豎起咗一道旗牆，本能反應係咩？向後退。就係咁樣，一步一步一步，佢將成群細魚推向珊瑚礁嘅死角。而細魚由頭到尾都唔知，佢哋其實正在退入一個陷阱。呢種將其圍趕嘅打法喺生物學上係一招好精明嘅計。點解精明？因為對細魚嚟講，佢根本分唔清邊度先係魚身，邊度先係魚鰭。佢眼中冇一條魚，佢眼中只有一大片帶住條紋正在慢慢逼近嘅屏障。你叫佢由中間衝過去，佢唔敢，佢唯有一路退，退到冇路可退為止。而最抵嘅係，成個逼迫嘅過程，獅子魚幾乎冇消耗過體力，佢連旗都唔使拍幾下，佢淨係慢慢游，就已經將獵物趕入絕境。呢種以逸待勞，用氣勢代替速度嘅殺法，喺一班從來未見過佢嘅細魚眼中，係一套完全冇得對應嘅全新戰術。更精妙嘅仲喺後面。科學家喺水底觀察到，獅子魚喺埋身之前會做一個好特別嘅小動作，佢會由口部噴出一道細細嘅水流，射向前面嗰條細魚。你會問，噴啖水有咩用？有大用。第一，水流會擾亂細魚嘅平衡，令佢一時之間企唔穩。第二，亦都係最關鍵嗰樣，水流會令細魚身不由己咁擰轉個頭，正面向獅子魚個口。點解一定要擰轉頭？你諗下條魚嘅身形，魚係向前游嘅。如果佢頭朝住你，佢一驚，第一下反應就係向前彈，直情彈入你個口。而如果佢係打橫或者尾朝住你，佢一驚就會向反方向彈走。所以呢啖水唔係亂噴，呢啖水係一個經過計算，專門用嚟提高命中率嘅細節。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老手槍手，開槍之前佢仲要行過嚟，幫你擺好個姿勢先，然後就到最後一擊。當細魚已經被逼到死角，又被水流搞到暈頭轉向嘅嗰0點幾秒，獅子魚張開個口，佢個口可以喺一瞬間向前彈出去，張到一個你唔會相信嘅程度，快到你眼都未眨到。呢一下張口會喺口腔裏面即刻做出一個真空，就好似有人喺你面前突然開咗一部超勁嘅抽氣扇，前面嗰水連埋嗰條細魚一齊被抽入去，一啖一條命。成個過程快過你眨一眨眼。嗰條細魚由生到死，可能到最後都反應唔到發生咗咩事。呢種吸食式嘅捕獵喺生物力學上叫做吸吮攝食，佢係全個動物界裏面出手最快嘅動作之一。原理其實唔複雜，佢突然放低口腔嘅底部，同時將兩邊嘅蓋向外撐開，口腔嘅體積一瞬間暴增，入面壓力急跌，外面嘅水就自然湧入去，順手將獵物一齊帶埋入嚟。而呢一下之所以幾乎彈無虛發，正正就係因為佢頭先用啖水幫獵物調好咗個頭，獵物順住水流一啖入喉，
乾淨利落。呢一下有幾快？快到用普通攝影機影，你根本影唔到。研究人員要用高速攝影機1秒影幾百格，再慢鏡放反出嚟，先至睇得清成個過程。而喺慢鏡裏面，你會見到一樣好詭異嘅嘢，嗰條細魚由頭到尾一下都冇掙扎過，佢唔係走唔切，佢係連要走呢個念頭都仲未起，就已經喺個口裏面。講到食，仲有一樣嘢你要知，呢條魚係一個貪食到冇朋友嘅存在，佢個胃可以撐大到平時嘅接近30倍。30倍係咩概念？即係佢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一啖接一啖，將自己個胃谷到爆晒，中間唔停手。科學家解剖過喺加勒比海捉返嚟嘅獅子魚，有一條魚嘅胃裏面揾到幾十條，甚至橫跨20幾個唔同品種嘅獵物殘骸。就一條魚。仲有更加荒謬嘅發現，有解剖報告指出，部分獅子魚出現咗脂肪肝。你聽真啲，一條野生嘅魚竟然可以因為食得太多、食得太密而搞到脂肪肝。呢件事喺大自然裏面罕見到近乎冇。你諗下野生動物嘅日常，日日為咗一餐奔波，餓1日2日係常態，仲要一路食一路提防俾人食，搞到自己脂肪肝。呢個係一個養尊處優到極點先會有嘅富貴病。點解會咁？因為佢喺呢個新世界完全冇壓力，冇嘢追佢，冇嘢咬佢，獵物又唔識驚佢，佢唔使慳，唔使避，唔使諗，佢淨係要日夜不停咁食。就係咁樣，佢一啖一啖將成片珊瑚礁嘅細魚清倉。而喺呢部殺戮機器身上，最先令人停低腳步嘅，由頭到尾都唔係佢個口，係佢個樣，係佢嗰身美。因為喺大自然裏面，最鮮豔嘅顏色往往唔係為咗靚，係為咗死亡。生物學上有個正式嘅名詞叫做警戒色，意思好直接。好多有毒嘅生物唔單止唔會匿埋，仲要故意將自己搞到色彩繽紛，招搖過市。箭毒蛙係咁，好多海闊魚都係咁。點解？因為佢哋根本唔怕俾你見到，佢哋係想你見到，仲要想你見一次，記一世。鮮豔嘅顏色就係一句寫喺身上嘅警告，唔好掂我，掂我你就有排辛苦。所以獅子魚嗰身紅白黑條紋，同埋佢啲誇張到不可思議嘅長鰭，唔係為咗吸引邊個，係為咗保命。嗰件衫其實係一塊掛喺門口嘅霓虹燈招牌，而呢塊招牌背後嘅威脅係真嘅。喺佢個背脊、腹部同肛門嗰3個位置，總共分佈住18支尖銳嘅毒擊。18支，呢啲擊唔係實心嘅，佢係空心嘅，入面有溝槽構造，同醫院用嚟打針嘅皮下注射針幾乎係同一個原理。每一支擊嘅底部都連住一個毒線，當有嘢撞埋去，或者佢主動篤過去嗰陣，擊一插入對方身體，毒液就會順住條槽由針口注射入去。獅子魚嘅毒液主要係一種神經毒素，佢會直接攻擊對方嘅神經同肌肉系統，令目標即刻失去戰鬥力。對人類嚟講，呢種毒好少會致命，但係中招嘅人形容嗰種痛嘅時候，用字都好接近。有人講，好似有人喺你骨頭裏面燒緊一堆炭；有人講，痛到成隻手唔似係自己嘅，傷口會即刻紅腫，痛感可以持續幾個鐘，嚴重嘅可以拖足幾日，再嚴重啲會出冷汗、呼吸困難，甚至出現局部組織壞死。你可以想象成你隻手同時俾10幾支燒紅嘅金屬針插住，跟住仲要向你身體裏面注入一啲令神經抽搐嘅化學物質。呢個就係佢送俾唔識相嘅人嘅見面禮。不過講返轉頭，全球每年因為獅子魚而入院嘅個案其實唔算多，真正被佢傷到嘅從來都唔係人，係魚。不過有一件事你要搞清楚，獅子魚嘅毒係一件被動嘅防身武器，唔係一件主動嘅攻擊武器。佢唔會浪費時間追住你嚟篤，佢平時仲會將啲擊收埋，直至覺得受威脅先豎起嚟。真正中招嘅通常都係唔小心踩親，或者伸手去掂佢嘅潛水員同漁民，而中招嘅人往往仲要係經驗最老到嗰批。點解？因為新手驚，唔敢埋去，老手覺得自己搞得掂，落手快，一個唔覺意就中招。有漁民形容過，佢中招嗰日
痛到成隻手臂舉唔起，坐喺船上面出晒冷汗。成程返岸嘅路，佢淨係識得望住隻手。而呢種毒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弱點，呢個弱點我要你記實佢。佢嘅毒液本質上係一種唔耐熱嘅蛋白，所以醫學上處理獅子魚刺傷，第一件事唔係落冰，剛好相反。標準做法係將受傷嘅部位浸入大約45度嘅熱水裏面，浸大約30分鐘到1個鐘，用高溫將毒液嘅蛋白結構攪散，令佢失效。所以喺加勒比海好多潛水船上面，最實用嘅急救裝備唔係咩高科技，係一壺熱水同一支溫度計。呢個做法仲有一個大前提，水要夠熱，但唔可以燙親，因為中咗毒嘅位會麻痹，你自己未必感覺到痛，一個唔覺意好易灼傷。呢個細節其實好關鍵，因為佢話俾我哋知，呢種令人聞風喪膽嘅毒，本質上係一套好精密，但同時好脆弱嘅化學系統。記住呢句精密又脆弱。去到成集嘅結尾，呢啲毒液會用一個你完全估唔到嘅方式再出場一次。好，講到呢度，你已經見到一個近乎完美嘅獵手，有突擊防身，有圍捕戰術，有快過眨眼嘅真空吸食，有一個永遠都填唔滿嘅胃。但係我要同你講一句好反直覺嘅嘢，呢個咁勁嘅獵手喺佢自己嘅老家其實好平凡。真正令佢由一條普通珊瑚礁魚變成一場橫掃成個大洋嘅災難嘅，唔係佢自己，係一個人類犯落而且已經追唔返嘅錯。故事嘅起點喺美國佛羅里達，獅子魚嘅老家其實喺遙遠嘅印度洋同太平洋。喺嗰邊，佢已經生活咗幾百萬年。呢幾百萬年入面，佢身邊有一整套同佢一齊進化嘅天敵、獵物同寄生蟲。大型石斑、鯊魚、海鰻喺嗰邊都識得點樣落嘴，仲有一堆專門搞佢嘅寄生蟲同病原，日日喺度扯佢後腿。呢啲嘢單獨睇每一樣都唔起眼，但係加埋一齊就係一條無形嘅繩綁住佢個數量。佢一直都咁勁，但係佢嘅數量一直被呢套系統牢牢咁按住。佢係強者，但佢係一個被管住嘅強者。呢個平衡維持咗幾百萬年。跟住去到上世紀80年代，人類出現，當時觀賞魚喺歐美開始興起，而獅子魚正正就係魚缸裏面最搶眼嗰種，夠靚、夠特別、夠有話題性，於是佢被大量入口，變成寵物。問題係佢會大，喺魚缸入面，佢越養越大，越養越污，開始食埋缸裏面其他魚。有人養到怕，有人養到嫌煩，有人搬屋唔想帶埋佢，然後就有人做咗一個當時睇落好冇所謂嘅決定，拎去海邊放生。就係咁樣，唔知邊幾條獅子魚被人倒咗落大西洋。1985年，佛羅里達海岸出現咗第一次獅子魚嘅正式記錄。喺呢件事上面，有一個流傳好廣嘅講法。1992年，一場颶風打爛咗佛州一個海邊嘅水族箱，令到幾條獅子魚流咗出海。呢個故事講得好靚，好有畫面，但係後來嘅研究話俾我哋知，佢頂多只係其中一個插曲。真正嘅源頭係一段長時間由好多人陸陸續續放生嘅過程。不過真正令人心寒嘅係基因研究嘅結果。科學家抽取咗大西洋唔同海域嘅獅子魚樣本，去分析佢哋嘅遺傳多樣性。結果發現，成個大西洋同加勒比海嘅獅子魚遺傳背景窄到不可思議。窄到咩程度？窄到研究人員推算，今日呢個數以億計嘅族群，可能全部都係由極少數嘅個體繁衍出嚟，少到得幾條、10幾條。你細心咀嚼下呢件事，幾條魚，幾個唔想再養落去嘅決定。40年，然後係成個大洋。但係返去1985年嗰陣，冇人放喺心上。幾條魚啫，海咁大，點會有事？冇人為意。嗰幾條魚就係一場浩劫嘅開端。而講到呢度，成集最大嘅一條謎題就浮返上水面。人類唔係冇還手，潛水員落水去捉，政府舉辦捕獵比賽，餐廳落場幫手，社區自己組隊出海，大家用盡辦法去殺佢。但係點解殺極都殺唔清？點解一場入侵去到今日唔單止未停，仲愈演愈烈？答案就藏喺佢副身體入面。
我而家就將佢攤開俾你睇。喺呢個新世界，獅子魚手上一共揸住6張王牌，呢6張牌喺佢老家全部都出過，但係喺老家每一張牌都有人黑，而喺大西洋6張牌一張都冇人黑得住。而且我警告你先，呢6張牌係一張比一張恐怖，最尾嗰張係最令人不寒而栗嗰張。第一張王牌叫做生面口，呢張牌係成件事嘅核心。喺印度洋同太平洋經過幾百萬年嘅共同進化，本地嘅細魚識得認佢，細魚識得避開佢張開嘅鰭牆，識得唔好俾佢逼入死角。而本地嘅大魚都識得，雖然佢有毒，但係喺某啲角度落嘴，其實食得過。呢個過程喺演化上有個名叫軍備競賽。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大家互相制衡，一路鬥落去。但係喺大西洋呢場競賽由頭到尾就冇開始過。本地嘅細魚見到呢隻外星生物，第一個反應唔係驚，係好奇。佢哋會游埋去睇。呢句唔係我加戲，潛水員影過好多次咁樣嘅畫面。一條獅子魚喺度慢慢張開鰭，而一班本地細魚就喺佢面前打圈，游嚟游去，好似喺度研究緊呢件新嘢究竟係咩。有實驗仲量度過，本地細魚見到獅子魚嗰陣嘅逃跑距離，遠遠短過見到本地掠食者嗰陣。即係話，佢哋唔係唔識驚，佢哋係從來冇被教過要驚呢一種形狀。驚唔係憑空生出嚟嘅，驚係一代一代死出嚟嘅經驗。而喺大西洋呢筆學費，本地魚仲未交過，於是佢哋游埋去睇個究竟，然後乖乖地俾佢逼入死角。本地嘅大魚見到佢，第一個反應係唔識，唔識就當佢唔存在。你可以咁樣理解，呢個等同一個打咗成世擂台、身經百戰嘅拳手，突然間走咗入一間從來未打過交嘅班房，嗰種一面倒，唔係因為佢特別強，而係因為對面完全冇準備。呢一點其實就係成個入侵物種問題最深層嘅道理。一個生態系統嘅平衡唔係天生就有嘅，佢係經過幾百萬年，一個物種同周圍所有生物你來我往，互相磨出嚟嘅。掠食者進化出更狠嘅招，獵物就進化出更快嘅逃跑反應。毒越嚟越勁，抗毒能力就跟住出現。就係呢種你追我趕嘅過程，令到冇任何一個物種可以永遠佔盡上風。但係當你將一個喺呢場競賽裏面磨練咗幾百萬年嘅選手，突然空降落一個從來未同佢交過手嘅新場，所有規則就即刻失效。獅子魚喺大西洋就係咁樣一個存在。第二張王牌叫做冇食客。喺呢個全新嘅海洋世界，獅子魚享受到一種佢喺老家從來未試過嘅待遇，冇天敵。大西洋同加勒比海嘅頂級掠食者，鯊魚、石斑喺佢哋腦裏面嗰張可以食嘅嘢嘅名單上面，根本冇獅子魚呢一欄。本地嘅大魚望住呢條條紋古怪、成身尖刺嘅陌生生物，唔會將佢當成一餐飯，佢哋會直接無視。有研究人員甚至試過落水親手餵獅子魚俾當地嘅鯊魚食，想教反佢哋識食，結果係效果好有限，因為口味呢樣嘢唔係一日之間學得返，而且呢種人手餵飼仲惹出咗新問題。有啲鯊魚食慣咗人手餵，開始將潛水員同有嘢食連埋一齊，反而變得主動埋身，搞到後來好多地方要叫停。你見到未？連想幫手都會出事。喺一個已經被搞亂咗嘅系統裏面，你隨手加一樣嘢落去，好容易就撞穿另一個窿。歸根究底，喺演化嘅尺度上面，幾十年短到近乎唔存在。要一條大魚學識呢隻嘢原來食得，唔係幾十年做得到嘅事。於是獅子魚就喺一個冇嘢想識佢，亦都冇嘢想食佢嘅天堂裏面，開始瘋狂咁繁殖。第三張王牌叫做印銀紙。講到繁殖，呢張牌係最令人絕望嗰張。一條雌性獅子魚一次可以產出一大團啫喱狀嘅卵塊，入面包住成千上萬粒卵。而佢唔係一年生一次，佢喺水溫合適嘅地方可以幾日就生一次，一年到晚都喺度生。累計落嚟，一條雌魚一年可以產出超過200萬粒卵。200萬呢個數字要點理解？我哋算條好保守嘅數
假設200萬粒卵入面只有1/1000捱得到成年，1/1000已經算好少。200萬嘅1/1000係200條，一條雌魚一年200條新嘅獅子魚，而嗰200條第2年又各自開始生。呢個唔係加法，呢個係乘法，而且佢成熟得好快。一條獅子魚出世之後，大約1年左右就已經開始生得，即係話呢部機器由開機到量產唔使2年。你上次去嗰個潛點同你今次去嗰個潛點中間可能隔咗2年，喺呢2年入面佢已經換咗2代。講反啲卵，嗰啲卵塊仲有一層特別嘅膜，會令其他生物覺得難食，唔敢埋口。呢個仲未係最誇張嘅位，真正令佢散得咁快嘅係下一步。卵塊產出嚟之後會浮上水面，孵化出嚟嘅幼體喺變成細魚之前有接近1個月嘅時間係以浮游嘅形態跟住洋流四圍飄。你想象下1個月嘅洋流可以將佢帶去幾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嘅地方。呢個就係點解你今日將一個海島周圍嘅獅子魚清晒光，過幾個月由第2個地方飄過嚟嘅幼體又會喺同一個地方重新殖民。佢唔使自己游，佢搭嘅係海洋裏面一條免費嘅順風車，就係靠住呢一招，喺短短20幾年之間，獅子魚由佛羅里達出發，好似野火燎原咁一路擴散，先係沿住美國東南岸向北去到卡羅來納一帶，跟住向南橫掃加勒比海、墨西哥灣，一路去到南美洲嘅海岸。今日佢連好多國家嘅海洋保護區都攻咗入去。呢件事已經唔再係幾條逃走咗嘅寵物嘅問題。喺短短1代人嘅時間裏面，佢係一個本來完全冇佢嘅大洋，變成咗數量最多嘅掠食性魚類之一。而我頭先講嗰個1條魚80嘅數字，其實只係一個開頭。真正恐怖嘅地方係後面成串由海底一路擴散上岸嘅連鎖反應。你要知，被佢吸走嗰啲細魚，好多都唔係普通細魚，當中好大一部分係鷹嘴魚、刺尾魚呢類珊瑚礁清潔工嘅幼苗。呢啲清潔工做緊咩？佢哋日日喺珊瑚上面刮海藻。當佢哋嘅幼苗被獅子魚清走，海藻就會失控咁長，最後將成塊珊瑚陷住，令珊瑚曬唔到太陽，唞唔到氣，慢慢死亡。而珊瑚一死，成塊礁嘅結構就會開始鬆散崩塌。你要記住，珊瑚礁唔淨只係一堆石，佢係一座樓，入面每一條罅、每一個窿都係某啲生物嘅屋企。流冧咗唔只係死咗珊瑚，係連住喺入面嗰幾百種嘢一齊冇咗個家。所以獅子魚食落肚嘅唔淨只係細魚，佢係由下而上將成個珊瑚礁生態系統嘅根基抽走。有研究喺入侵最嚴重嘅海域統計過，本地魚類嘅數量跌咗超過60%。講到呢度，我要補一件事，等你知呢件事嘅分量。珊瑚礁佔全球海洋面積，其實連1%都唔夠，但係海洋裏面大約1/4嘅物種，一世人總有一段時間要靠佢過活。佢係海洋裏面最擠迫、最多嘢住，亦都最脆弱嘅一忽地，而且佢本身已經唔好受。海水變暖，珊瑚白化；海水變酸，骨架難生；沿岸污染，泥沙陷頂，加上幾十年嘅過度捕撈，好多大魚早就冇晒。即係話，獅子魚落嚟嗰陣，佢面對嘅唔係一個健健康康嘅系統，佢面對嘅係一個本身已經傷緊、抖緊大氣嘅病人。佢唔係唯一嘅兇手，但係佢好多時就係壓落去嘅最後嗰下。一個曾經五光十色、熱鬧非凡嘅海底都市，可以喺幾年之間變成一座冷冷清清嘅空城。而呢座空城最陰險嘅地方，係佢表面睇落唔算難睇，珊瑚仲喺度，石仲喺度，水仲係藍嘅。你唔潛水，你影張相出嚟，你甚至唔覺得有咩唔妥。要一個熟悉嗰片海嘅老潛水員落去，先講得出邊度唔對路。佢會咁樣同你講：以前呢個位成群細魚，你游過去佢哋會逼你行開。而家靜，而崩塌唔會停喺海底。呢件事好快就爬上咗岸，直接打落人類身上。加勒比海同大西洋沿岸好多國家嘅經濟命脈就係兩樣嘢：漁業同旅遊業。漁民靠捕魚為生，而清澈嘅淺水、色彩繽紛嘅珊瑚礁
就係吸引全世界遊客飛過嚟嘅原因。當獅子魚將石斑、紅呢啲本身有經濟價值嘅魚嘅幼苗一併吸走，佢同時就切斷咗漁民嘅生計。當珊瑚礁變成一片長滿海藻嘅灰色荒地，遊客就唔會再嚟。一條由魚缸走出嚟嘅魚，可以由海底一路影響到岸上千千萬萬人嘅飯碗。呢個先係入侵物種真正嘅重量。佢唔係一單遙遠嘅關於魚嘅新聞，佢係一場實實在在由海底一直傳到人類社會嘅連鎖衝擊。第4張黃牌叫做慳電模式，呢張牌可能係最變態嗰張。你可能會諗，就算殺唔晒佢，咁我將佢啲食物清走呢？佢自己都會餓死㗎嘛？大自然唔係識得自我調節㗎咩？呢招喺獅子魚身上完全冇用。科學家喺實驗室裏面測試過，一條獅子魚可以連續絕食超過12個星期，即係接近3個月唔死。而喺呢3個月裏面，佢會做一件好誇張嘅事，將自己身體嘅代謝率狂調低，進入一種類似休眠嘅狀態，就好似部電話開咗慳電模式，熄晒所有背景程式，淨係留一格電維持生命。而3個月之後，佢嘅體重竟然只係輕微跌咗大約1成。你未有概念？咁我咁樣講，就算你將一塊珊瑚礁上面所有魚都清光，令獅子魚完全冇嘢食，佢都可以好似一部關咗機嘅機器咁，喺度靜靜咁等1個月，等2個月，等足3個月，等到有新一批魚游返過嚟，佢就即刻重新開機，繼續獵殺。你根本冇可能靠斷佢糧路嚟令佢死。對任何一個想控制佢數量嘅生態學家嚟講，呢個係一個絕望嘅消息。你面對嘅係一個殺唔晒又餓唔死嘅對手。呢一點其實推翻咗好多人對大自然嘅一個美好想象。我哋成日以為大自然有一隻無形嘅手，食物少咗，掠食者自然會減少，跟住系統會慢慢反去平衡。呢件事喺一個成熟嘅生態系統裏面係啱嘅，但係前提係所有玩家都受同一套規則約束。而獅子魚喺大西洋就係嗰個唔守規則嘅玩家。而更加難搞嘅係呢種慳到極致嘅生存策略，仲有一個副作用，因為佢平時獵食嘅方式咁慳力，又中意匿埋喺珊瑚罅、水流唔急嘅位，所以佢日常嘅能量開支好低。日頭佢多數收埋，成隻島轉身貼住石底喺度唞，好難揾。夜晚同天光前後嗰段時間，先至係佢出更嘅時候。所以你白天落水，覺得都唔算多啫，其實好大機會只係你見唔到。而慳得咁盡，代表咩？代表一有嘢食，佢就可以將幾乎所有能量全部拉去繁殖同生長。換句話講，佢係一部極度慳，但同時極度高產嘅機器。豐年嘅時候，佢瘋狂咁生；荒年嘅時候，佢熄機咁捱。呢種喺兩種極端環境之間自由切換嘅能力，先至係佢真正嘅底氣。第5張黃牌叫做處處為家。一般嘅入侵物種通常都有佢頂唔順嘅環境，太深或者太淺，太凍或者太淡，總有一條線攔得住佢。但係獅子魚偏偏係一個適應力驚人嘅機會主義者。喺深度上面，佢由近岸10幾米嘅淺灘一路可以去到水深300米嘅海底，照樣生存。呢個代表咩？代表就算潛水員將淺水區嘅獅子魚清得一條唔剩，喺人類潛唔落去嘅深水位，仲有一大班喺度。佢哋安安穩穩咁繁殖，然後源源不絕咁向上補貨。你喺水面殺得幾快，都追唔上深海嘅產能。有研究團隊用深潛器落去睇過，喺100幾米深嘅位，見到嘅獅子魚密度比淺水區仲要高。嗰度冇潛水員，冇魚槍，冇捕獵比賽。嗰度係一個完全冇人騷擾嘅後備倉。你喺淺水清一次，深水就補一次。你嘅努力變成咗一個永遠填唔滿嘅窿。而喺食物方面，佢一樣係嚟者不拒。凡係菜得入佢個口嘅，體型細過佢嘅生物，魚、蝦、蟹、龍蝦嘅幼體，通通都係佢嘅點心。呢種食性喺生態學上叫做廣食性。點解廣食性咁重要？因為對一個專食某幾種嘢嘅掠食者嚟講，當佢嘅主要獵物消失，佢自己嘅數量都會跟住跌。呢個係大自然嘅剎車掣。但係一個唔揀食嘅掠食者，永遠都揾到嘢食。
佢嘅數量唔會因為某一種獵物消失而受到限制。所以呢架車冇剎車掣，你將深度上面無處不在，加埋口味上面嚟者不拒，兩樣夾埋一齊，你就會明白一件事：無論你喺邊個深度，無論你想保護邊一種生物，獅子魚都總有辦法喺你顧唔到嘅角落繼續做佢嗰份工。而喺呢張牌上面，最近幾年仲加多咗一個令科學家真正感到恐慌嘅新變化。獅子魚本身係一種海水魚，理論上佢應該只可以喺鹽度高嘅大海裏面生存，但係研究人員近年喺一啲你估唔到嘅地方發現到佢嘅蹤影。河口、紅樹林呢啲都係鹹淡水交界嘅位，鹽度低到一條海魚照計應該頂唔順。點解佢頂得順？因為佢有一種叫做滲透壓調節嘅能力。簡單講，就係佢識得自己調校體內嘅鹽分平衡，去適應外面完全唔同嘅水質。有實驗記錄過，佢可以喺鹽度得返正常海水零頭嘅水裏面照樣捱得住。呢個發現點解咁驚人？因為佢代表獅子魚嘅入侵已經由深海嘅珊瑚礁開始向住河口、向住紅樹林、向住我哋嘅陸地邊緣推進。而紅樹林同河口係海洋裏面重要到不能再重要嘅地方，嗰度係無數蝦蟹同幼魚成長嘅育嬰室。海洋裏面好多有經濟價值嘅魚，細個嗰陣都要匿埋喺紅樹林錯綜複雜嘅樹根之間，避開大魚嘅追捕，長大到一定程度先游返出大海。呢度本來係一個相對安全嘅避難所，但係當獅子魚都游得入去，呢間育嬰室就變成咗一個困住獵物嘅牢籠。最觸目驚心嘅一個例子發生喺南美洲，本來喺巴西同加勒比海之間有一道天然嘅屏障，由亞馬遜河同奧里諾科河衝出嚟嘅巨大河口，水濁、鹽度低，綿延幾千公里。呢道屏障好似一條護城河，幾十年嚟一直擋住咗獅子魚南下嘅路。科學家一度以為呢道河可以守得住，但係大約去到2020年前後，佢哋發現獅子魚利用咗河口下面鹽度較高嘅深層海水，一段一段咁潛咗過去。有巴西嘅研究團隊統計過，喺其後短短幾年之間，佢已經闖入10幾個原本受保護嘅海洋區域，沿住嘅海岸線加埋有幾千公里咁長，一度守咗幾十年嘅天然長城就咁失守。而呢件事真正嘅意義係一個時間表嘅問題。生態學家原本估計佢就算過得到都要用幾十年，結果佢用咗幾年。當一個入侵物種嘅擴散速度快過人類做研究、開會、寫報告、立法嘅速度，你就已經永遠慢一步。你唔係喺度追佢，你係喺度收拾。呢個時候你可能已經覺得夠晒絕望，但係我要同你講，仲有最後一張牌未開，而呢張係最陰暗，亦都係最令人不寒而慄嗰張。第6張黃牌叫做食埋自己。獅子魚係一部冷血到極點嘅生物機器，佢生得好多，但係佢完全冇我哋想象中嗰種母性、保護仔嘅本能。當一片珊瑚礁真係俾佢食到山窮水盡，一啖都揾唔到嘅時候，體型大嘅獅子魚會做一件事，佢會毫不猶豫咁擰轉個頭，將體型細嘅同類，包括佢自己嘅仔女，一啖吞落肚。你會問，等等，同類身上唔係都有毒針咩？連頂級大魚都要避開嗰啲毒擊，點解佢自己唔怕？因為喺呢個尺寸差距下面，一條成年獅子魚嘅口腔同咽喉夠硬亦都夠深，細魚嗰啲仲未成形嘅細擊根本切唔穿。即係話喺呢個族群裏面，唯一真正克得住佢嘅就係佢自己。而佢對自己人落手嗰陣冇半秒猶豫，於是一個困喺絕境裏面嘅族群竟然可以靠自相殘殺將自己嘅數量濃縮，然後撐落去等下一批獵物出現。你細心諗一諗，呢件事其實幾近變態。喺大自然裏面，同類相食通常係一個物種面臨崩潰嘅最後信號。當一個族群開始自己食自己，往往代表佢撐唔住，離死唔遠。但係喺獅子魚身上，呢件事嘅意義完全調轉。同類相食唔係崩潰嘅前奏，反而係佢用嚟捱過難關，確保族群唔會滅絕嘅最後一道保險單。呢個就代表唔單止殺唔晒佢，餓唔死佢，佢仲可以喺完全冇外來獵物嘅情況下，靠食自己人
將個族群撐落去。喺大自然裏面，呢個係一個近乎完美嘅不死設定。我知呢段聽落好似講故仔，但係呢個結論係由解剖衛部得返嚟嘅。研究人員喺入侵最嚴重、獵物最少嘅海域剖開獅子魚嘅胃，喺入面揾到細嘅獅子魚，而喺食物充足嘅地方，呢個比例就低好多。即係話佢唔係中意食自己人，佢係一冇嘢食就會食自己人。呢個唔係口味，呢個係一個開關。好，6張黃牌，我哋齊晒。生面口，冇食客，印銀紙，慳電模式，處處為家，食埋自己。你將呢6樣嘢串埋一齊讀一次，冇人識得驚佢，冇人肯食佢，佢生極唔停，你餓佢唔死，佢去到邊都住得，真係逼到絕路，佢仲識得食自己人。任何一張牌單獨拎出嚟睇，喺大自然裏面其實唔算特別罕見。真正恐怖嘅係佢6張齊，而且同一時間6張都冇對手。攤齊咗之後，我哋就可以返去回答最初嗰條謎題：一件魚缸裏面嘅裝飾品點解可以變成海洋史上最強嘅入侵者？答案可能會令你有少少意外，因為佢根本冇變過，佢冇進化，冇突變，冇變強。喺佢老家印度洋同太平洋，呢6張牌佢一直都有，佢一直都咁狠，一直都咁能生，一直都咁捱得。真正嘅關鍵唔係佢有幾勁，真正嘅關鍵係佢喺老家嘅時候，呢6張牌全部都有人克。天敵克佢，寄生蟲克佢，識得應佢嘅獵物克佢。佢一直都好強，但係佢一直都被困喺一個平衡入面。仲有一件事，好多人聽完會覺得意外。喺印度洋同太平洋，獅子魚並唔係咩恐怖存在，佢數量唔多，分布唔密，潛水員好多時要專登去揾先見到一條。喺嗰邊，佢係一條靚但係好普通嘅礁魚，同一條魚，同一副身體，同一套本事。喺呢邊係風景，喺嗰邊係災難。分別喺邊？分別唔喺條魚度，分別喺佢企喺邊個系統裏面。同一套本事喺一個地方叫做適應，喺另一個地方就叫做入侵。中間差嘅唔係佢改變咗咩？係我哋幫佢搬咗屋，然後人類做咗一件事，我哋將佢由呢個平衡裏面抽咗出嚟，放入一個所有制衡都唔存在嘅新世界。我哋唔係將一條普通嘅魚變成怪物，我哋係將一條本來受控嘅魚放咗去一個冇任何嘢管得住佢嘅地方。呢兩句嘢聽落好似分別唔大，但係中間隔住嘅就係成個大西洋嘅命運。講到呢度，成件事似乎係一個冇得救嘅死局，但係喺最黑暗嘅地方，最近開始出現咗轉機，而且係兩重轉機。第一重係一個好諷刺但同時好聰明嘅反擊。喺呢個新世界，最後真正做咗獅子魚天敵嗰個唔係鯊魚，唔係石斑，係人類自己。科學家喺兜咗好多個圈之後，改咗一個思路，與其日日諗點消滅佢，不如將佢變成一門生意，變成一道菜。原來獅子魚除咗嗰18支毒擊之外，佢嘅魚肉係白色嘅，肉質結實，味道清甜，係一種相當高質嘅食材。而只要小心啲將啲毒擊剪走，其餘部分係完全安全，可以放心食嘅。於是喺佛羅里達、喺加勒比海好多地方出現咗獅子魚捕獵比賽。潛水員落水，用魚槍逐條射。喺墨西哥同加勒比海嘅一啲沿海社區，居民自發組隊出海去捉。餐廳將獅子魚做成一道又一道招牌菜，推廣佢做一種食得又環保嘅海鮮，用嚟代替本身已經被過度捕撈嘅石斑同紅。呢句口號我覺得幾有力。你想幫手保護海洋，食佢就係最直接嘅方法。呢啲捕獵比賽有幾誇張？有啲大型嘅，一日之內成千條獅子魚俾人由水底拎上嚟，岸上排住幾張長台，義工一條一條咁剪走毒擊，量長度，記低數據，跟住即場整成魚生同炸魚塊，派俾圍觀嘅人士。氣氛熱鬧到好似嘉年華。潛水員自己都有一套裝備，短魚槍、防刺手套同埋一個硬身嘅收集筒，射到就即刻塞入去，唔會俾佢喺水裏面撞親你。不過講到呢度，有一個好尷尬嘅問題浮咗出嚟。如果獅子魚變成一門有錢賺嘅生意，咁到底有幾多人
係真心想佢絕種？呢個唔係我作嘅，呢個係好多保育學者真係擔心緊嘅事。你將一場災難變成一件商品，你就同時養起一批靠佢揾食嘅人。仲有一個更冷靜嘅數字，有模型計過，要令一片海域嘅獅子魚族群唔再增長，你每年都要持續移走當中一大截嘅成年個體，年年唔停手，停一年佢就補返晒。所以現時嘅共識係，食佢係一件好有用嘅工具，可以喺局部海域壓低佢嘅數量，保住幾塊真係重要嘅蕉。但係佢唔係解藥，冇人可以靠一張餐牌清走一個大洋。你可能會問，咁點解唔落毒？點解唔用基因技術？呢啲方案科學家全部都諗過。問題係，海唔係一個魚缸，你落去嘅嘢唔會乖乖咁淨係揾獅子魚。海水會沖，洋流會帶，最後受影響嘅十有八九係本地物種。而基因方案需要嘅時間同批核程序係以年計，以10年計。所以去到今日，最有效嘅武器講出嚟，你可能都覺得原始，一支魚槍，一個人，一啖氣。不過人類好快就撞到一堵牆，潛水員拎住魚槍，最多都只係去到30-40米深，但係獅子魚可以住到幾百米，即係話你喺淺水殺得幾勤力，深海嗰批都會源源不絕咁補上嚟。你係喺度要水，唔係喺度塞窿。於是有工程團隊開始研發專門捉獅子魚嘅深海機械人。設計上盡量做到唔會誤傷其他魚，亦都唔會變成沉喺海底無差別殺生嘅幽靈漁具。目標好簡單，希望人類去唔到嘅深度都有嘢帶我哋落去。呢件事講出嚟其實幾荒謬。我哋隨手放咗幾條魚落海，40年之後要做機械人落去執手尾，而且執極都執唔完。同一時間，另一條戰線係監測。好多地方開放咗俾潛水員同漁民即場上報喺邊個位幾深見到幾多條，呢啲零零碎碎嘅資料儲埋一齊，就變成一張識得喐嘅地圖，話俾研究人員知佢下一步會去邊。呢種做法有個名叫公民科學，聽落唔算威，但係喺一個咁大嘅海盜，人多先至係最實際嘅雷達。呢場仗打唔打得贏？老實講，冇人講得準。但係有一點好清楚，喺呢個冇天敵嘅新世界，唯一有能力又真係願意大規模去獵殺佢嘅，就係人類。大自然唔肯派天敵嚟，咁人類就自己頂上，親手造反佢個天敵。而第二重轉機仲要精彩，就喺獅子魚身上。嗰種曾經令人聞風喪膽嘅毒液，喺科學家眼中變成咗一個充滿寶藏嘅化學實驗室。近年嘅研究發現，佢毒液裏面嘅蛋白同活性成分有機會帶住止痛、抗菌，甚至抑制某啲細胞異常增生嘅潛力。相關研究仲喺好早期嘅階段，冇人可以打包票，但係方向已經擺喺度。其實呢種事喺醫學史上發生過唔止一次。有一款降血壓嘅藥，靈感嚟自蛇毒；有一種好強力嘅止痛成分，原型嚟自海洋裏面嘅錐螺毒素。大自然用幾百萬年時間去研發一啲專門攻擊神經、專門攻擊細胞嘅分子，而人類做嘅就係將佢拆開，睇下邊一忽有用，然後掉轉頭嚟救人。你仲記唔記得我頭先叫你記實嗰句？我話佢嘅毒係一套精密但脆弱嘅化學系統，而真正令佢值得被深入研究嘅，正正就係嗰份精密，嗰種曾經令人痛到覺得骨頭裏面燒緊炭嘅毒液，將來有可能被提煉成救人嘅止痛藥，或者變成對抗抗藥性惡菌嘅新武器。你諗下呢個畫面，一條由我哋親手放出嚟嘅美麗殺手，最後有機會同時出現喺兩個地方，一個係我哋嘅餐台上面，一個係藥廠嘅試管裏面，由災難裏面炸出一啲有用嘅嘢。呢個或者係成場入侵裏面唯一帶住一點希望嘅畫面。所以講到最尾，我想同你講返一句，呢場災難真正嘅主角由頭到尾都唔係獅子魚，係我哋，係嗰個將佢裝入膠袋帶過半個地球嘅決定，係嗰個一時嫌煩順手倒落海嘅決定，係嗰啲當時覺得幾條魚啫冇所謂嘅1秒鐘。獅子魚由始至終都只係做緊一條獅子魚應該做嘅嘢，生存、獵食、繁衍。佢冇做錯任何嘢，錯嘅係將佢放咗喺一個錯嘅位置嘅我哋。
呢句嘢值得慢慢諗。我哋好鍾意將入侵物種叫做害蟲、殺手、怪物，呢啲字聽落好爽，亦都好方便。因為當你將責任推晒落一條魚身上，你就唔使望返自己嗰邊。但係大自然裏面其實冇壞蛋，只有位置。所以你返去諗返最初嗰個畫面，加勒比海水深10幾米，陽光碎成一格一格，嗰條慢慢游過珊瑚礁，靚到令人屏住呼吸嘅魚，佢由頭到尾都冇揀過要去入侵，冇揀過要去毀滅，佢只係一條魚，係我哋將佢由一個有人管得住佢嘅海洋帶去一個冇人管得住佢嘅海洋，係我哋親手拆走咗所有曾經令佢保持平衡嘅嘢。獅子魚嘅故事其實從來都唔係一條魚嘅故事，佢係一面鏡，佢照出嚟嘅係當人類毫無顧忌咁將一個生命由地球嘅一端搬去另一端嘅時候，我哋放出嚟嘅可能唔只係一件美麗嘅裝飾品，可能係一場我哋用盡一切都追唔返嘅風暴。而全世界每一日仲有幾多江魚，幾多盆植物，幾多箱貨，幾多艙壓艙水喺唔同大洲之間走嚟走去？答案係多到冇人數得晒。獅子魚唔係第一單，佢亦都肯定唔會係最後一單，佢只不過係做得最徹底、最靚仔，亦都最難忘嗰一單。我哋成日以為平衡係大自然送俾我哋嘅禮物，但係聽完今日呢個故事，你會發現平衡其實係時間堆出嚟嘅，係幾百萬年嘅追逐、失敗同死亡慢慢磨出嚟嘅一份默契。而人類要拆散佢，只需要一個下午同埋一個膠袋，呢個就係我哋同大自然之間最唔對等嘅地方。佢用時間，我哋用手快，所以下次你喺水族館隔住玻璃再見到嗰對好似蝴蝶咁張開嘅魚鰭，你或者會望多兩眼，望多兩眼嗰一抹紅，因為喺嗰片紅底下托住嘅係一整個海洋嘅命運。